早晨啊，大家估下我今日帶大家去欣賞啲乜嘢嘢？俾個貼士大家啦，同我好有密切關係嘅。咁因為我係喺呢一區度長大嘅，咁呢一區呢，就係屯門區啦。咁屯門區入邊有一個好出名嘅地方嘅，但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喺邊度啦？冇錯啦，就係呢一度藍地水塘。咁藍地水塘呢，又名老虎坑水塘或者藍地灌溉水塘，係香港一個一邊闊一邊窄嘅漏斗型灌溉水塘嚟嘅。咁水塘於1957年3月28日由時任港督葛量洪揭幕啟用嘅。而家嘅水塘旁邊呢，仍可以見到開幕嘅時候嗰塊紀念碑㗎。咁藍地水塘呢，就位於屯門虎地嶺南大學嘅後山上邊嘅。水塘呢，亦都屬於大欖涌水塘嘅延伸嘅。咁佢嘅水呢，就由山上邊好多條嘅引水道呢匯集而成嘅。雨後呢，部分山澗更加會形成咗瀑布衝入水塘，再經溪澗流入村中嘅農地呢，就用嚟做呢個灌溉之用嘅。最後佢都係流入屯門河並匯入青山灣。咁藍地水塘呢，環境就清幽，附近呢亦都設有好多郊遊設施噶。另外仲有一個最重要一點呢，要提一提大家嘅，水塘區域呢就嚴禁游泳嘅。曾經呢亦都發生過好多宗致命嘅浸親意外噶啦。咁佢亦都被稱為猛鬼水塘嘅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好啦，咁講咗咁多關於水塘嘅嘢呢，我哋或者講一講下佢嘅路線啦，好唔好啊？咁呢，佢就大概距離呢就有4.5公里嘅，高度呢最高就係122米，需要1個鐘頭零30分鐘嚟完成嘅，難度係簡單。大家可以乘坐輕鐵去到藍地輕鐵站落車，然之後經過藍地大街、福亨村路、翠福路之後就可以嚟到藍地水塘噶啦。參觀完水塘之後，再向上行就係虎地燒烤區，經過富地路落返嶺南大學就可以出返兆康站噶啦。好啦，唔好講咁多啦，我哋快啲參觀下呢度啲景色先啦。好啦，咁今日就帶大家睇到呢一度先啦，拜拜！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同大家見面啦〜